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2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到第9节，米迦书第4章第8节到13节，路加福音第7章31节到35节。基督徒要怎样来明白上帝的旨意？只有会通讲过一个每日的灵修的生活。透过读经来明白上帝的旨意，透过祈祷甲上帝维持一个良好甲亲密的关系，明白上帝的旨意、主的心意，并毋是一件真容易的事，但却是基督徒的责任。如果基督徒无愿意有好的灵修习惯，并且去追求上帝的旨意，佮要安怎会通明白上帝的心意呢？先知米迦书第4章第8节到13节安尼讲：耶路撒冷啊，锡安城的堡垒啊，你做羊群的守望台，早前的主权要搁归互你，王权要恢复互你。你是安怎在大声低哭？因为你是无王，大神死了了。你则亲像山湖水尽，痛苦是无？锡安的子民啊，你会亲像山湖水尽的痛苦，因为你会离开这个城去住伫野外，去到伫巴比伦，毋过你会伫遐得到解救。上主要对敌的手中甲你赎回。现在真济国家已经联合起来。要攻击你，因讲着互锡安受凌辱，咱通亲目看到，毋过因毋知上主的心意，无明白伊的计划，已经甲因组织起来，亲像收集麦捆伫五谷场。上主讲锡安的子民啊，起来论五谷，我要互你的铁的甲。光的骹地，通拍碎的国，将因所抢的物摕来献互我，将因的财物献互普天的主。上帝透过先知预言，要互以色列人明白伊的心意。无论这个世代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总是着爱去努力去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互基督徒以色列人会通遵行上帝。耶稣基督对伫当世代的犹太人、祭司、法利赛人以及经学士安尼讲。路加福音第7章31节到35节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话讲。安尼，这世代的人，我要用什么来比拼啊？因亲像什么？因亲像一阵囡仔坐伫市场口对东畔互相发，阮对恁分品啊，恁无着跳舞；阮唱爱歌，恁嘛无哭。施洗约翰来，无食饭，无啉酒，恁就讲伊互鬼附身。人子来嘛无食。嘛无啉，嘛食嘛啉，恁讲，伊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无细下甲罪人的朋友。智慧是对有智慧的人得到的证实。这人其实是完全无明白上帝的旨意甲心意，因是对家己的意思在行的。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到第9节。对亚西的老树头的布面，对伊的根会发油基。上主的神甲伊同在，就是互伊有智慧、聪明的神，有计划甲能力的神，有知识甲敬畏上主的神。敬畏上主是伊所喜爱，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。嘛袂靠耳孔所听来判断，伊要用公义医护善恶人，
用公平保障互人看无起的人。伊要用公正的裁决做滚讲迫害者，发命令处死邪恶的人。伊要用公义治理，用信息统治。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，豹甲山羊仔囝做伙困，牛仔囝甲狮仔囝斗阵食。细汉囡仔会做牧者看顾因，牛母甲熊母会做伙食，因的囝会做伙歇困，狮会亲像牛食草，食年的囡仔会伫毒蛇的空口佚佗，长年的囡仔会伸手入去毒蛇的血。伫我的圣山的逐所在，一定无伤害，嘛无迫害，因为对上主的人物甲普及全地，亲像水充满大海。恳求主爱上主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会通明白主的心意，互阮会通顺服主的旨意，来成做忠实的仆人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明白主的心意，并且顺服来去行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